屬牛者2026全年收藏級運勢全解釋，萬的人終於走到命運的前排。開篇，你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？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年你明明已經很努力了，卻總是比別人慢一步？你不吵不鬧不搶不爭，但心裏其實一直在問：我的好運什麼時候才會真正輪到我？如果你是屬牛的人，那麼我要先對你說一句話：2026年不是你突然走得快了，而是世界終於跟上了你的節奏。這一年不是劇烈翻盤的一年，而是命運開始對你鬆手的一年。你會明顯感覺到事情不再那麼卡，人不再那麼難相處，努力開始被看見，而不是被忽略。接下來我們會非常細緻地把2026年屬牛者的總體運勢、事業轉行機會、貴人財運、感情情緒、狀態全部分為上半年與下半年來談，讓你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守，什麼時候該動，什麼時候該相信自己。2026年屬牛者總體運勢，上半年總體運勢1到6月慢慢回穩，壓力開始鬆動。2026年上半年對屬牛者來說是一段內部修復期，你會發現外在環境仍有變動，但你內心反而比過去幾年更穩，對很多事不再那麼急住證明。這並不是退縮，而是你終於知道什麼值得用力，什麼不值得消耗。上半年容易出現工作節奏重新調整，舊問題逐步被解決，人際關係開始重新排序，你會主動遠離消耗你情緒的人，無止境的責任，讓你感到我怎麼做都不夠的環境。這半年最重要的關鍵字是穩住。下半年總體運勢7、12月局勢明朗，命運開始回補。如果月上半年是修整，那下半年就是真正走上坡的一段。你會明顯感覺到事情變得順，別人開始願意聽你說話，你的意見開始被尊重。下半年屬牛者容易出現關鍵機會找上門，人脈帶來實際幫助，長期努力終於看到結果。這不是運氣突然變好，而是你過去忍耐承擔撐過來的一切，在2026年下半年開始一次次兌現。而事業運，2026年屬牛者的職場走向，上半年事業運責任仍在，但你不再被壓垮。2026年上半年屬牛者在事業上呈現出一個狀態，事情多但不亂，壓力在但能承受。你可能會繼續扛住重責，成為團隊中最穩的那個人，被交付別人不想做但你能做好的事。雖然辛苦，但不同的是你開始被真正看見。上半年適合穩定表現，打基礎，讓人知道沒有你不行不適合。情緒化辭職，衝動翻着，因一時委屈否定整條路。下半年事業運位置調整，角色升級。2026年下半年是屬牛者事業轉折最明顯的時段，你可能會遇到職務變動、領導層重組、新項目、新責任。表面看似壓力更大，實際上卻是你被推到更核心的位置。這半年你要記住一句話：你不是被要求更多，而是被期待更多。3有沒有轉行機會？上半年想法浮現，但不宜急動。上半年屬牛者心中容易冒出一個念頭：我是不是該換條路了？這個念頭不是空穴來風，而是你內在成長後的自然反應。但這半年更適合評估、學習、嘗試副線，而不是立刻斷掉現有一切。下半年成熟轉換，安全落地，真正適合轉行的時間在2026年下半年，特別適合技能型轉行同領域升級、熟人引薦的新平台。這不是冒險式轉行，而是你帶住籌碼走向下一站。4有沒有貴人扶持？上半年貴人運，隱性貴人默默幫你。上半年貴人不張揚，可能是老主管、資深同事，一位願意教你的前輩。他們不一定說好聽話，但會在關鍵時刻拉你一把。下半年貴人運明顯助力，實際改變命運。下半年貴人更清晰，可能直接帶來機會資源關鍵推薦。你要做的不是討好，而是坦然接受被看好。5財運解釋，上半年財運守得住就是贏。上半年適合
穩定收入，控制支出，清理財務結構，不宜高風險投資。下半年財運，收入提升，財路拓展。下半年容易加薪獎金，副收入成形，屬於慢慢變富的一年。六、感情運，上半年感情運，情緒整理期有伴者，需要溝通，解開長期壓抑的情緒。單身者先療自己，不急於投入下半年感情運，穩定真實可依靠。下半年容易遇到踏實型對象，長久型關係，不乾裂但很安心。七、情緒運勢，上半年情緒狀態慢慢放下，我一定要撐。你開始允許自己累，允許自己不完美。下半年情緒狀態，內在力量回歸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比想象中堅強。結尾，送給屬牛的你，如果你是屬牛的人，請你一定要記住這句話：你不是慢，只是走得很深。2026年不會要求你變成別人，他只會溫柔地告訴你，你可以不用再硬撐了，接下來的路有光。願你在這一年走得穩，心不慌，被珍惜，被善待，你值得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訂閱，加入情緒健康王國，我們下次再聚。